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粵語焦點，我係阿玲。又一個泡沫碎咗，26個城市集體虧損。以前總係聽講地鐵一通黃金萬兩，有地鐵嘅房屋更值錢。邊個都諗唔到，短短幾年後，地鐵卻喺好多城市變成咗賠錢買賣，好似個填唔滿嘅燒錢機器。地鐵亦都開始省電過日子。最近有網友發現，佛山地鐵悄悄進入省錢模式，站內燈光調暗咗，空調溫度調高啦，部分扶梯停用啦，有啲線路甚至提早半個鐘就結束運營。上網一搜先發現，類似情況並唔少見。雲南一地鐵運營公司拖欠2000幾名員工工資同埋養老保險，總額超過2億人民幣。昆明地鐵集團連續12次因票據逾期被曝光，成咗債市知名嘅老賴。北京地鐵舊年票款收入68.28億人民幣，但運營成本高達203億人民幣。如果唔係攞到253億政府補貼，淨虧損將達到140億人民幣。差唔多每2日就虧損一個小目標。鄭州地鐵年收入16億人民幣，扣除補貼後仲淨虧55.9億人民幣。蘭州地鐵更誇張，負債率高達82.4%。另外，根據城市財經梳理，扣除政府補貼後，地鐵虧損嘅城市數量正喺度逐年增加。2020年係15個，披露22個。2021年係19個，披露24個；2022年27個，披露32個；2023年係28個，披露29個。2024年從目前披露嘅28個城市地鐵數據嚟睇，扣除政府補貼之後，只有福州地鐵同埋上海申通地鐵利潤為正，剩低嘅26個都喺度虧損，甚至連有住盈利王之稱嘅深圳地鐵呢2年亦都爆出虧損嘅消息。2024年財報顯示，虧損334.6億人民幣，相當於每日虧損近1億人民幣。點解地鐵普遍虧損呢？如果冇補貼，大多數地鐵都喺度虧本運營。經我哋調查相關嘅資料，先終於睇清地鐵嘅真相。地鐵唔係永動機，而係需要持續輸血嘅吞金獸。首先，建造成本高得驚人。報告顯示，地鐵造價成本十分高昂，每公里造價少則5到6億人民幣，多則超過10億人民幣，係高鐵嘅6到7倍。如果要建一條40公里長嘅地鐵新線路，至少需要300億資金。上海19號線每公里造價高達20億人民幣，被稱為史上最貴嘅地鐵。其次，日常運營亦都係巨額開銷。據深圳地鐵透露嘅數據，算上人工成本、電力消耗，仲有設備更新，每年需要120億人民幣先可以維持基本運行，相當於每3日燒掉1億人民幣。人工成本先係最大頭嘅。重慶市軌道交通有限公司2023年度跟蹤評級報告顯示，人工成本達到咗31.84億人民幣，喺總運營成本60.73億中，佔比超50%。咁高嘅成本要同空幾個荷包呢？靠平嘅票價根本撐唔住。既然賠錢，點解仲要建呢？運營幾日就要燒掉一個小目標，乘車人次並唔高。比如北京交通大學中國城鎮化研究中心教授趙堅就對南風窗指出咗一個誤區，有好多有地鐵嘅城市，地鐵出行比例其實唔到30%，唔係多而係太少啦。點解仲要積極建呢？簡單嚟講就係大家都喺度賭明天，賭房價會一直漲，賭經濟會一直高速增長，賭人口會一直增加。於是就出現咗一啲奇怪嘅現象，有啲地鐵專往冇人嘅地方收。寧波地鐵3號線收到咗農田入邊，出口就係耕地。
佛山地鐵3號線繞過咗人口密集區，拐咗去服務遠郊嘅樓盤。昆明地鐵4號線刻意避開主城區，繞到新興板塊，甚至有啲地鐵出口周邊全係荒地。點解咁樣規劃呢？因為過去相信地鐵收到邊度，房價就漲到邊度。喺房地產火爆時候，呢招確實好使。但而家樓市降溫，呢啲超前規劃反而成咗沉重嘅債務負擔。好多超前嘅路線設計，唔單止拉唔喐地價、房價，仲留低一堆後遺症。最直接嘅就係客流嚴重不足，實用經濟性低，賣票收入遠遠覆蓋唔到運營成本。比如之前停運拆除嘅珠海有軌電車1號線，每運輸一個人成本就高達67蚊，係公交嘅13倍。國家嘅應對措施，國家早就注意到呢啲問題，喺2018年明確提高咗地鐵申報門檻，要求 GDP 要達到3000億人民幣以上，財政收入300億人民幣以上，市區常住人口300萬人以上，要求新線路每公里日客流量唔低於0.7萬人次。喺2021年又進一步收緊政策，嚴格控制新建平行線路。喺呢個政策下，已有5條高鐵項目被按下暫停鍵：新義至淮安鐵路、昆明高鐵同埋渝昆高鐵連接線、荊州至岳陽鐵路、金港鐵路、成都至巴中至安康鐵路。呢啲措施都係為咗防止資源浪費，控制地方債務。所以好多仲喺度幻想要建地鐵嘅城市，可以醒醒啦！過緊日子嘅時代，再亦都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大手大腳。地鐵嘅未來會點樣呢？面對困境，地鐵可能面臨3種結局。第一種漲價，向香港地鐵學習。舊年廣州地鐵亦都調整咗票價優惠，將15次後6折改為滿80蚊部分8折。相當於變相漲價。今年昆明地鐵已經完成調價，起步價唔變，但同樣旅程需要花更多。比如之前每增加1蚊可以乘坐5、7、9、11、13公里，調整後變成4、5、6、7、8公里。第二種停運，向珠海學習。珠海有軌電車1號線因客流量少，運營成本高，最終被拆除。上海張江有軌電車亦都停運，未來運營唔順嘅地鐵可能亦都會走呢條路線。第三種降本增效，向佛山睇齊，比如空調效果差、過度昏暗、廣告牌熄滅、扶手電梯停運，以此嚟降低運營成本。如果喺你嘅城市地鐵出現咗呢種情況，咁大概就係佢已經舉步維艱，希望得到你嘅理解同埋支持。最後，從1969年嘅北京第一條地鐵通車，到今天26個城市地鐵集體陷入困境，一個時代確實已經轉變。地鐵漲價可能只係個開始，我哋每個人都應該為即將到嚟嘅變化做好準備。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感謝大家收睇。如果鍾意我嘅節目，請訂閱支持，多謝。我哋下期不見不散，拜拜。